欢迎回到今天的图文解析。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甚至有点犀利的话题。我们来拆解一篇引人深思的社论。这篇社论的标题叫做“走出造字迷思”，而它的副标题更是直接点出了我们今天的核心重点：当前客语推广应以通行为首务。也就是说，能不能被广泛使用，才是最重要的事。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警告：现在有些专家正极力推动要帮客语发明新字，但这种过度追求语言纯粹性的做法，说真的，其实很有可能会对客语的生存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接下来，我们就一步步来拆解这场攸关文化存续的语言学大辩论。大家可以先想想看这个问题：如果你今天要拯救一个面临流失危机、越来越少人讲的语言，你觉得我们是应该创造出全新的专属文字，还是灵活去借用已经存在的旧字呢？这可不是什么哲学问题哦，这正是目前许多语言学专家吵得不可开交的核心。有一派人觉得要有自己的字才叫正统，但另一派却认为能够让大家无痛使用才是王道。今天呢，我们会从5个面向来快速带大家看懂这个议题，从造字迷思开始，接着回顾语言历史，再看看全面造字会付出什么沉重代价，然后探讨务实的弹性系统解方，最后一起来思考到底什么才是活的语言。好，那我们就先来聊聊第一部分，来看看这个所谓的造字迷思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整场争论的起因是这样的：近期有些客语专家主张，只要我们找不到某个客语词汇的既有汉字渊源，那我们就不应该随便借音来用。相反的，他们提倡要走一条全面造字的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希望为千秋万世的子孙建立一套系统完整而且形式上绝对纯粹的客家专属文字。表面上听起来，这真的是一个充满文化使命感、非常崇高的目标，对吧？但先别急着点头，社论作者在这里立刻敲响了一个非常震撼的警钟。他警告说，这种过度追求语言纯粹性的做法，很有可能会不知不觉把客语推向一条死胡同，加速让它变成所谓的博物馆语言。什么是博物馆语言？简单来说，就是这个语言在学术上被保存的超完美，字典里的字形绝对纯正。但是呢，悲哀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没有人会用，甚至没人想用。它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文化标本，只能被供在玻璃柜里。那么，为什么原创不一定能保证生存呢？我们接着进入第2部分，从语言的历史里找答案。作者用了一句非常一针见血的话，总结了世界语言的发展史。他说，书写制度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原创，而在于是否可用。没错，语言的本质就是沟通嘛。回顾全球历史，你会发现，真的极少有语言是单靠发明大量自创文字就成功普及的，除非你背后有那种极度强大的政治跟社会系统在硬撑。我们来看看东亚最典型的2个例子就很清楚了。你看日文，他们长期混合使用汉字跟假名，这是一种很不纯粹的混用，但这种折中体系却能超高效率地兼顾语义和语音。那韩国呢？韩国确实成功推行了自创的谚文，但请注意哦，那可是建立在国家强大的教育体系和长期强制推动的政策之上才办到的。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文字制度要成功，能不能在社会上行得通，绝对比字体看起来纯不纯粹重要太多了。带着这个历史教训，我们把视角拉回客语现在的处境。社论非常直白地指出，客语现在面临的生死存亡关头，根本不是字够不够正统，而是会讲会用的人口正在不断流失啊。而且政府跟民间好不容易才在教材和标准用字上建立起初步的共识。如果你现在为了追求纯粹，硬要推倒重来，塞一堆新造字进去，那真的是亲手摧毁了这些好不容易打下的基础。如果真的硬着头皮推行这些新造字，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3部分，全面造字的沉重代价。作者非常有条理地帮我们梳理出了3个非常现实也最致命的危机，分别是学习门槛提高、标准碎片化，还有数位环境的障碍。我们一个个来看。
首先，你想想看，现在肯主动学客语的人本来就相对有限了。如果我们还要求这些人除了学语言本身，还要额外去死背一套全新的，在其他地方完全用不到的符号系统，这认知成本会不会太高了？对于教育现场或者自学者来说，这根本是直接把人劝退嘛，会非常无情地浇熄大家学习的热情。再来是第二个危机，造字这件事如果没有一个大家都服气的权威机制，很容易变成各说各话。A 团体造 A 的字 ，B 团体定 B 的规矩，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书写系统彻底碎裂。当你写的字我看不懂，我造的字你根本认不得，那这个语言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公共沟通能力，这对一个语言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但最要命的绝对是这第三点，数位障碍。说真的，我们现在谁能离开手机跟网络？如果这些新造的字没有顺利进入国际的 Unicode 的编码系统，那你在智慧型手机上根本就打不出来啊，在网页上看到也会是一堆乱码。这等于是直接把客语从现代人的数位生活里判了死刑，对语言传承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既然造字这条路满布荆棘，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第四部分，我们来看看作者提出了什么务实的解方。作者提出了一套非常灵活的弹性并行系统。与其发明新字，不如用这套3合1的公式。我们以大家都熟悉的标准汉字当作书写主力，遇到真的写不出来的字，就用介音标记来补充，同时再搭配拼音系统来辅助学习。这套做法最棒的地方就在于，它把门槛降到了最低，让不管是初学者还是老手，都能轻松踏入并使用这个语言。当然了，作者也没有这么极端哦，他不是说绝对不准造任何一个字。对于极少数真的没办法用汉字或介音表达的核心词汇，经过大家审慎讨论，有了高度共识后，稍微造字补充一下是可以接受的。但重点来了，造字只能是极少数的例外，它绝对不能变成指导整个语言政策的主要法则。来到最后的第5部分，让我们沉淀一下，想想什么才是真正活的语言。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对比。你是想要一个博物馆展示柜里的语言，学理上完美无瑕，像吴郡市一样冰冷，但谁都不敢亲近，还是一个活的语言，它可能稍微有点杂糅，没有那么绝对纯粹，但却生机盎然地活在学校教育里、家庭的餐桌对话中，甚至是你每天滑的手机荧幕上。语言政策的终极目标永远都应该是降低门槛，扩大参与才对。语言的生命力不在于字典中收录多少特殊字形，而在于日常生活中是否有人愿意开口，愿意书写。这句话真的把今天的核心观点总结得太好了，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今天带走的最重要观念。语言的实际可用性永远必须凌驾于学术上的文字正统性之争，让语言跟生活无缝接轨，这才是真正的传承。所以在今天的解析接近尾声时，我想请大家一起思考这个沉重的问题。为了追求字典里那些字体绝对的正统与纯粹，我们真的准备好付出代价，让客语在这个数位时代被彻底孤立，甚至走向无人使用的绝境吗？希望这个问题能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启发。非常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图文解析，我们下次再一起用不同的视角看懂世界上复杂的议题。下次见。